我好饿，你怎么会这样子对我？你这样对吗？带你去吃一个哈嘎的料理。私房料理哪里？就在这里啊，到了。这里不是餐厅吧？哎，杜丽，你到底来台湾几年了16年啊。16年？对啊。16年，你不知道这边有一间私房餐厅？完全不知道。跟我走。你确定吗？跟我走。你不要来这边骗外国人好不好？走走走。来啦，我帮你拉椅子啦。Such a gentleman 。坐坐坐坐坐。哎呀，然后我讲哦，客家料理哦，特别好吃。哈卡料理有特别好吃。Hakka cuisine is very delicious。可以这样子讲吗？对啊，可以这样讲。啊，我英文不错。期待一下。我中文也不差吧？等一下，我们就看老板娘今天给我们什么菜吃啊？好好，可以。我们今天吃的是无菜单料理。那到底今天要吃什么？等下就点好不好？等一下就知道。等一下就知道。这个真的很开胃。来，来，这个是客家小炒。客家料理哦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好吃 ，I love Hakka cuisine。还没完，我跟你讲，你把这个吃完以后，我带你去看台中的夜景。这是约会的意思吗？不好说，先吃吧。在这边哦，这个昆豆整个台中的很棒的夜景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是非常适合吃完饭的时候，可以做一个活动哈。你看哦，再大概等10分钟吧，你就在昆豆一大片很漂亮的台中夜景。哦，好开心，有没有？你看啊，今天也对你不会查啊，你又吃料理哦，又赛车，还有吃水果，然后又看夜景，对你不错吧 ？All right, thank you。下次我们一起再出来吃一些 Hakka cuisine， 你要不要？哦，哎呦，一听过哎哦，现在先好好享受夜景吧。啊，好。来，吃看呢啊，客家料理哦，特别好吃呢。Hakka cuisine is very delicious.